大家好，歡迎嚟到3米滴答，我係詩織。九龍半島嘅東北部曾經有一座令人驚嘆嘅建築奇觀——九龍城寨。呢座冇建築師嘅垂直迷宮，以其獨特嘅方式書寫香港歷史中最為奇異嘅一章——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，以影像藝術再現呢座黑暗之城嘅最後歲月。2025年影壇盛事，第4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結果出爐，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橫掃最多獎項，共有9個獎項，其中包括最佳電影、最佳動作設計及最佳攝影等。鄭保瑞亦憑呢部電影奪最佳導演。導演鄭保瑞用凌厲嘅動作場面、壓抑嘅視覺風格，帶觀眾重回80年代，去到嗰座傳奇嘅法外之城。電影中，城寨係黑幫角力嘅戰場，係難民、低收入者嘅避難所，但現實中嘅九龍城寨比電影更真實。九龍城寨除咗九龍寨城之外，最早期都叫做九龍寨。清朝嘉慶年代編修《新安縣志》卷2都理當中記載，九龍係一個九龍寨。九龍城寨係先建寨後建城。1842年，香港開始被英國殖民統治。當時文淵閣大學士兩廣總督祁英成功爭取添建寨城，用石鋪砌厚1.6至3.3米嘅城牆。1847年5月，圍牆築成，九龍寨城從此正式命名。喺九龍極具戰略價值嘅軍事駐地，以抗衡對岸割讓香港島嘅英國政府。1943年，日軍為擴建啟德機場，拆去九龍寨城城牆。失去城牆後，寨城嘅範圍約只有2畝半大嘅地方。寨城周邊一帶被劃作應屬香港九龍城發展區，居民習慣咗九龍城區，就將九龍寨城順理成章叫做九龍城寨。九龍城寨由清朝政府於1847年擴建而成，至1899年成為相關境內一座無政府狀態嘅飛地，面積僅2.7公頃，卻曾擠擁5萬人，喺地球上人口最密集嘅地方之一。九龍城寨曾經係香港嘅3不管地帶，英國政府不想管。1898年簽拓展香港界址專條，將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，後來一併將九龍半島北部與新界租借俾英國，唯獨保留九龍城寨仍歸清廷管轄，作為駐地，類似現代嘅領事館。中國政府不能管，中國保留對城寨土地嘅主權，卻冇能力實際管轄，形成政治權力真空。香港政府不敢管，香港警察並冇權進入城寨管治，無論任何部門都不敢輕易踏入。中港英政府不管制九龍城寨，成為三合會活躍地方，成為罪惡嘅溫床，賊王賭毒於一身，無法可管，成為壞人嘅避風港。1949年後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，無處棲身者發現城寨係唯一唔需要證件嘅可居住嘅地方。呢度冇建築規範，樓宇瘋狂加蓋，最終形成一座由350幾座違章建築組成嘅混凝土森林，最高達14層，幾乎冇陽光。巷仔狹窄似迷宮，水管、電線亂接。九龍城寨之圍城中，
導演鄭保瑞重現城寨中冇建築師嘅垂直貧民窟，陽光幾乎無法穿透嘅窄巷，錯綜複雜嘅管線迷宮，層層疊疊嘅鐵皮屋頂。城寨內部都有自成生態系統，地下係工廠與賭場，中層係牙醫診所同鴉片館，高層係住宅同教堂。呢度嘅牙醫以價格低廉聞名，冇排行醫，但係技術精湛，甚至會吸引城寨以外嘅市民過嚟。食品工廠生產嘅魚蛋暢銷全港，不過衛生條件就比較差。盜版產業、色情光碟、仿冒商品從城寨流向全港，到1980年係亞洲盜版光碟中心之一。電影中龍捲風係城寨話事人，現實中城寨卻由黑幫控制，包括14K、和盛和等，經營黃賭毒、地下錢莊、無牌工廠，係黑幫嘅主要收入來源。黑幫做城寨嘅政府，收保護費，但係同時維持基本秩序，發生糾紛由黑幫調解，暴力解決係常態。隨住犯罪率越嚟越高，中英都發現城寨嘅現狀越嚟越難以忍受。1987年，兩國共同決定清拆城寨，並於原址改建公園。有日本研究團隊拆除前完成精湛測圖，保存返呢座迷宮嘅最後樣貌。1994年，城寨清拆工程完成，香港政府將原址改建為公園。原本計劃命名為九龍城寨公園，因為其原稱九龍寨城早已完全失傳，但後嚟古物古蹟辦事處將一啲遺跡發掘出嚟，其中最大嘅收穫係兩塊於寨城南門出土嘅花崗岩石額，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民眾為免石額被日軍破壞，將其拆下埋於寨城內泥土中，於是公園其後正式定名為九龍寨城公園，並於1995年12月啟用。如今整潔嘅九龍寨城公園與當年嘅混亂形成鮮明對比。九龍城寨之圍城重現呢座黑暗迷宮嘅末日光影，但現實中嘅城寨不但係黑幫戰場，更係政治漏洞、建築奇觀、社會實驗嘅混合體。佢嘅消失帶走一個時代嘅混沌，卻留下無盡嘅傳說。如果九龍城寨未被拆除，你認為佢今日會變成咩樣？歡迎留言討論。呢期視頻就講到呢度，三米迪答仍然有好多精彩嘅視頻等住大家，千祈唔好錯過啦！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下呢個啷啷掣，開啟所有通知。我哋下個視頻再見，拜拜。